行过菜园边，白菜青青，阿爸心内真欢喜。阿爸牵水牛，行过这园边，甘蔗甜甜，阿滴水嘛插插甜。阿爸牵水牛，行过甜甜甜，鱼啊飞飞，水来游来搁游去。阿爸牵水牛，行过菜花边，流水满菜园。我是丰收时，阿爸真欢喜。我是丰收时，阿爸真欢喜。阿爸牵水牛，行过甜甜甜，鱼啊飞飞，水来游来搁游去。阿爸牵水牛，行过菜花边，流水满菜园。我是丰收时，阿爸真欢喜。我是丰收时，阿爸真欢喜。我是1号，今仔日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台湾是宝岛。台湾是太平洋顶悬的岛屿，若世界全岛。虽然四处连灯拢是海，海岸大山，蔚蓝到北上接线，逐日的风景拢真水，所以有侪咧。有缘你若来阮社头佚佗，我才会小解互你知。我翕相高照，尾夜宣布如港外电影真侪款项的标本电视。我今仔日讲到这，多谢大家。即阵我要演讲的题目是田中马拉索。田中镇是我的故乡，伊是一个庄脚所在。毋过若讲到田中，就有一项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凊彩也袂着。大家好，我是2号。我今日要演讲的题目是中华传奇人物。中华传奇人物，咱来比医生。我捌听过一首歌，歌词是安尼讲：耶稣甲伊的学生洗骹，这代志讲有影。医生甲患者洗骹。小囡结婚，我阿公是上正乱。这是啥物时？细汉囡仔大日子，参加活动甲游戏，免读册也免写字。4月初是啥物时？细汉囡仔大日子，参加活动甲游戏，免读册也免写字。4月初是啥物时？细汉囡仔大日子，参加活动甲游戏，
多虾，多虾，对，多虾，笑一个，对，也有，来，多虾，虾，好，来送给你，亲，可爱的乖孙来。这低年级必料这样，1、2、3，好啊。我就是听好无，过来讲话时阵，重要代志爱较悬的时候，你若咧讲了较紧，讲了较紧是因为伊练习了真认真，这个课伊背了足些，所以伊体力就漂亮。我要抱抱我自己。第23年，过去可能拢是咱做事，而且后可能咱以前的国家代表可能咱希望咱这伊会保庇，我是觉得咱是困难所以我当初来因为23年已经在这个地方，但有时咧家己过有淡薄，所以我较了无法度结果咱细囝会当讲家己的母语。我相信大家心肝底拢足欢喜。咱每一个囡仔，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我看拢会足欢喜。咱的细囝会当将咱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化放伫心肝底。也是咱张良武校长，张校长。来好。第二位是咱谢金石老师，谢老师。再来介绍是咱刘婷婷刘老师。刚才3位是华老师，老师会使站一下较等下咱对主持人这边上台对咱另外这边落台。安尼准备啦。双手靠好，双脚跳在大家好，世界有你真正好。你看天遐尔黑，雷公死人变着要落财宝互我，咱大家紧来走。紧走，紧走，紧来走！赛马好，直直落，一拉鱼，配带某，五台兄，拍落鼓，每人图案涂煞煞，日头暗，水落落。为金哥，做
这看起来敢若是迄小班的吼。咱现场的小朋友。咱幼儿园
迎来到真兄弟，8、2、9，落水鸡的蚵水酒，9、2、1第1点。想要走落来电中尾，毋是马拉松啦。哦，菜鸡亲像放光水，唱歌跳舞可是花，咱这的感情传真济。世界上最高铁站，乌人乌白真帅，八卦山脚真少，好山好水好风景，欢迎大家有缘来参加比赛，到水家己厝来坐。3，今年你这大家好，大家，多谢大家。我们当中的服装的表演拢总来结束讲评咱请咱的老师甲现场的小朋友小等一下咱老师甲咱指导，后一遍咱来参加的时阵要较好，现场各位贵宾、贵老师咱的两位评审老师、甲工作人员老师、小朋友，大家好。咱的幼儿园这5组的部分咱拢知影团体组要来训练真无简单，内心要来感谢咱的老师、家长搁咱的亲朋好友我相信这囡仔咧训练中间一定嘛是甲囡仔的其中的互动啦感情的温暖，应该拢会产生你看今仔日咱的道具拢足精彩毋过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咱是咧讲这个台语要来演讲对吧所以咱重点放伫个声音就是讲咱的台语的发音有准无准，这真重要当然咱的简章内底会写甲足清楚，语音占偌济，你台语的思维占有偌济台语思维比如讲你若用较水的莫用着华语词大声较好还是小声较好？大声较好当然搁一寡遐外来词啦咱今仔有一个外来词马拉松的台语要安怎讲？马拉松的台语。所以呢，咱有当时这就是台语课，这就是这个老师的功夫，搁来就是咱阿公阿嬷的功夫，其他的功夫所以这部分即嘛是拢伫咱的评分内底会做参考当然其中2种特色你会讲会清楚，利用这个咱的这个设计化所以足少，你若是囡仔，你是讲咱将来条件特色再来就是咱的优雅度囡仔。伊即摆干那眼睛尔你来对有准备者无？你有优雅度你接起来无？好看起来角色的这个单演因为咱是团体组，所以起来囡仔阮毋茫讲你毋是干那团体练，而且你可能会用1队来练、2队来练，还是单独练伫个真短时间是真歹表现。不过阮希望讲每一个囡仔毋是用团体练，咱是讲会当有的单独练、2个练，还是3个练，搁来是5个练什么款的角色伊拢做会着，安尼是上好当然这个选材迄个内容真重要。咱今仔日有看到在地的故事了真赞当然不管是你家己去找题材也好，你也改编也好，这种内容嘛是最重要咱爱伫个道具会家己声音压过压过时阵我猜一个主题才会好嘛是靠一寡元素所以简单的使用请大家互相过来。多谢评审老师咱来指导甲咱的。北部川川美乐。
食内底有一张歌词刻出来，好不好？好，来，咱等下小等下到了的时阵吼，所有的有奖征答，用心答拢是对这内底出来哦，吼。来，咱先来念一遍，好，来，中华古名叫挂线，中华古名叫挂线，中华古名叫挂线，有山有水人文雅。一步二路三万甲，古早到今有名声。落水溪边好田园。离人柳边圆滚滚，风天古林长公公，风天古林长公公，有名叫挂线，有山有水人文雅。古早到有名声，山来山，拢来饮过咱中华的美好产。都以为爱多少。有得对啊！都讲一遍。四元加口。对啊对。你那个两家真皮会车，伊就伫咧中华中里咯。四元车。八卦山顶有啥物物件？火车吼，山线甲海线伫咱中部会经过倒位？经过哦，标准答案哦。咱小朋友优先啦吼。玻璃庙伫咱中华区咧倒一个所在？老大。哦，老大对。讲到咱中华的产品，世界第一点有倒三种产品？他打车。哦，真赞哦！所以讲，咱拖一时间，咱即摆继续，也不了侪奖品的吼。咱继续请关女代表关长来的关女王参基吼，王参基过来出队咯吼。多谢吼。咱即地哦，咱一定爱知啊，咱即几年哦，咱中华的产业吼，伫全世界，包咱足侪产业拢真，即个所在真出名吼。伊出产花，所以遐个花真有名，是等于哦，对，真好。啊，小朋友嘛会使讲吼，大人嘛会使讲吼，我不知啊。哦，安尼吼，电中上出名的是啥？答对了，我讲。哦，答对了。老干。哦，老干哈，答对了哈。大川。边搁一边。大川桥。大川桥。大家加油拢是嘛好，啊，因为咱26个乡镇市吼，无法度真正做一个。参加。参中。
对，答对了，来有奖了。中华父亲节何之家？哦，关怀文教基金会，关怀文教基金会。哦，咱就一个活动吼，啊，请大家多多注意。我这两天我买。哦，好听。所以你来去好业的时阵，会去食到无牛冰。现在，来大家来招待咱的贵宾。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贵宾哈。咱首先咱介绍是代表咱中华管监部为民主会县长的王文生王参议哈，欢迎你，欢迎。然后接下来是代表我们关怀文教基金会哈，也是我们总统府的资政哈，姚嘉文院长。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前国大代表。黄文和黄代表，其他马来驻兵哈，都是兵。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赞助单位哈，我们药师公会理事长柯玉斌柯理事长，他也是有名的9把刀的爸爸哈。好，欢迎你。好嘞，大家好，咱现场哈，赶快咱来感谢真。这摆呢，咱电中遮这个。比赛吼，有真侪赞助单位，我一直来唱名吼，咱若现场有伫遮的单位，咱请出来吼，咱办发一个感谢状吼，社头乡的乡长，咱刘金昌乡长来补助咱的经费，是不是？无一定有亲手去载顶。刘文琴、肖方志、刘芷莹。有两位，第一位田中国小王伟珍，王伟珍小朋友，恭喜你荣获第2名。再来新民国小陈品瑞，来陈品瑞小朋友，恭喜你得到第2名。第
恁幼稚园是倒位来哈？田中倒一个幼稚园啊？文英啦哈。啊，恁今仔这服装是什么人来装的哈？老师啊。老师哦。拢家己做的啦哈。是无？拢家己做的啦哈，用做的啦哈。啊，今仔恁得第几名啊？第一名。有欢喜无？啊，小朋友比一个赞。